政府公布薪酬趨勢調查結果，計算出嘅薪酬趨勢淨指標加幅介乎1.17%至4.12%。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話，政府會考慮淨指標以及香港經濟等6大因素，決定今年約17萬公務員嘅薪酬最終加幅。今年嘅薪酬趨勢調查參考咗104間私人公司，涵蓋大約15.5萬個僱員嘅薪酬數據，各級僱員薪酬都錄得正增長。扣除平均遞增薪額之後，高中同低層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係4.12%、2.64%同1.17%。薪酬趨勢淨指標咧係我哋6大因素之一，呢個咧就唔係最後嘅決定。如果係講緊呢一個淨指標嘅意義咧，其實佢絕對有意義嘅，因為參考私營機構嗰個薪酬調整嘅幅度咧係行會要參考嘅要素之一。咁缺乏咗呢一個呢，就個參考會唔全面啦，個考慮會有所欠缺啦。正如其他嘅因素一樣，譬如物價嘅變動政府嘅財政狀況香港嘅經濟狀況一樣，呢一啲每一個因素呢，都有佢自己嘅意義嘅。過去5個財政年度，公務員3度凍薪，而當低層薪酬淨指標係最低嗰陣，政府可能會調高最終加薪幅度，同中層員工睇齊。以2023-24年度為例，低層薪酬淨指標係4.5%，最終加幅同中層一樣係4.65%。有職方團體認同，釐定薪酬調整幅度嗰陣，要適當考慮嗰年嘅特殊因素。個數字咧，其實就係睇翻嚟咧，就係都係比較唔錯嘅。咁但係究竟呢個數字係咪獲得確認咧，先係最緊要。始終我哋講嘅係全面考慮所有嘅因素。咁公務員嘅薪酬既然係嚟自公帑嘅話咧，我哋提出我哋訴求嘅時候咧，考慮社會上高嘅情緒咧，係我哋應有嘅責任。咁我哋其實都有會員咧，就住喺黃國園嘅，所以我哋考慮嘅時候咧，一定係考慮呢個社會情緒咧，係我哋考慮嘅因素之一嘅。當局下星期會同各職方代表會面，了解要求同埋公務員士氣嘅睇法。無線電視記者翟月文報道。另外，政府落實10月起推行公務員評核優化制度，表現滿意嘅公務員先至獲發增薪點，約一成嘅員工可能冇增薪點。當局強調並唔係硬性要部門交人頭。社會不時有意見提出，公務員薪酬調整應該同工作表現掛鈎。舊年施政報告提出要建立更加嚴謹嘅評核機制。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宣布，10月1號開始實施第一期公務員評核優化制度，會以俗稱拉 curve 嘅方式評核各個職級公務員表現，分為6級，依次序係優、良、常、可、差、劣。只有工作表現令人滿意嘅公務員先至會獲發增薪點，唔係自動可以獲得嘅。就呢一個政策，我哋已經嚴格要求工作表現喺我哋6級嘅評核之中，被評為第4級、第5級同埋第6級嘅公務員係唔應該獲發增薪點。評為第4至6級嘅人數佔1成，但提供緩衝，最多可以降到5%。對於有職方團體擔心變相要部門交人頭，楊何蓓茵表示，機制會按各個職級實際情況彈性處理。有啲職系係比較細嘅職系啦，有一啲係專業能力要求好強嘅職系啦。咁佢哋可能呢係真係每一位成員呢個工作表現都係好好嘅，工作能力都係好高嘅。咁如果部門首長或者個職系首長呢係發現係有呢個情況，佢全體嘅同事其實個表現呢都係令人滿意嘅話呢，佢亦都可以係俾我哋一個解釋。咁佢哋就可以俾。係揾到一個比較細嘅百分率，亦都係可以嘅。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認為，政府應該要進一步交代獎賞方面，以維持團隊士氣。政府好明顯就未係100%有清晰嘅指引點樣做法啦。喺私人企業呢，我哋就成日講胡蘿蔔同埋藤條啊嘛，睇落去呢，呢個就係藤條啦。特首依家都講我哋要主導有為啊嘛。咁如果係咁嘅話，咁係咪應該行多一步啊？咁要行多一步嘅話，咁要有 incentive， 要有推動力先得㗎。咁若果喺人力資源管理嘅角度，若果冇推動力嘅話咧，咁就好難
期望啲員工自動有一個自發嘅一個推動力嘅咯。當局強調，優化評核係建立有效團隊嘅重要措施，清晰咁分別優劣公務員同埋佢哋嘅潛質，令到選拔同培訓工作更加到位。無線電視記者吳雅軒報導。領展上個財政年度本地商鋪同埋商場等零售物業續租租金下跌超過8%，預計今個年度續租租金仍然有約8%嘅跌幅，有租戶就反映加租加少咗。領展旗下嘅樂富街市向來空置率都唔高，但係商戶都覺得生意難做。差咗成半都有啊，而家死頂啫嘛，減啊，起碼減30%啦，最少都係啦。而家啲人少咗嘛，人流少咗嘛，而家都仲係傾緊階段啦，即係可能即係以前可能講緊係3成、4成，而家可能係1成啊，都而家仲會俾空間你去傾咯，好過冇咯。不過最好就減租啦，都係，因為經濟環境真係都即係大家見到呢1-2年都唔係咁好咯。營運多個屋邨商場同埋街市嘅領展公佈全年業績，話2025-26年度受惠於具抗疫力嘅商戶組合同埋日常用品零售商嘅穩定需求，本港嘅零售物業維持近乎零空置，出租率近98%。不過喺競爭激烈嘅市場環境之下，續租租金下調8.2%，比對上一個年度2.2%嘅跌幅顯著擴大，平均每個月每尺租金下降到60個1。領展話，雖然零售數據持續向好，但係預期今個年度續租租約租金仍然有差唔多嘅下調幅度。領展嘅物業係喺一啲民生區啦，咁我哋相對一啲即係遊客區嗰個增長咧係冇咁高嘅。始終一啲租約簽3年嘅，咁03年開始、23年開始我哋重開個即係個 border 啦，即係關口啦。咁大家當時簽落嘅租金，如果當年又會睇翻年報嘅話，23、24年我哋都係正嘅增長啦，咁所以應該要一段時間去使咗呢個即係呢3年。領展上個年度業績倒退，淨負債比率升到23.9%。管理層話將會出售非核心資產，列為短期優先事項，佔而家嘅組合大約半成至1成。Hong Kong is our home, and so the Hong Kong shopping malls are very precious to us. But as the chairman said, sometimes maybe someone comes and makes you an offer that's so wonderful that you have to consider it. 領展又話會透過精簡業務架構節省開支。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正係停職嘅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向校董會請辭。校董黃俊碩就話：今日收到李卓興嘅辭職信，校董會將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係咪接納，有信心新學年前能夠揾到接替人選。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帶研學團到新加坡交流，同當地嘅保安發生爭執，期間懷疑用粗口鬧對方，事件引起社會關注。校董會亦都話佢表現未符合公眾期望，將佢停職。科大一個前教授承認收4萬蚊協助一個未達標嘅學生入讀碩士課程，判囚20個星期。科大話相關人士已經離職，唔評論個別個案。63歲被告劉洪斌早前承認串謀使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等3罪，需要還押，由囚車送到觀塘裁判法院。被告案發時任職科大海洋科學系講座教授。案情話佢舊年3月至5月收受另一名被告林佩玲4萬蚊，協助一名學歷未達標、修讀汽車專業嘅學生入讀環境健康碩士課程，又向2名負責收生事宜嘅同事共派6000蚊利是，話係辛苦費。嗰2名職員拒絕接受，向校方匯報，廉署接獲貪污投訴後展開調查。被告求情嘅時候話，自己喺內地出世，過去20年以香港為家，曾經參與政府委員會，獲得同事正面評價。因為案件患上抑鬱症，又話自己唔係案件嘅主腦，希望法庭輕判。處理主任裁判官鐘明新判刑嘅時候話，被告喺香港生活多年，應該知道案中嘅行為係違法。雖然課程冇名額限制，但係所有申請人都應該獲得公平嘅對待。
被告行為損害頂尖大學聲譽，強調貪污同賄賂喺香港係絕對唔容許，即時監禁係合適嘅判決。考慮到被告背景同學術貢獻，又協助廉署酌情減刑，判處劉鴻斌入獄20個禮拜。至於同案被告林佩玲被控串謀使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案件會喺下個月24號處理。無線電視記者李淑儀報道。